首先講講我哋台上執法權正係張展豪師傅，台房方面有曾晴怡師傅、謝鄧永芬師傅、楊偉良師傅、徐國順師傅以及許達星師傅。黃光選手嚟自擊拳館嘅黃星華。至於南方選手嚟自冰嘅廖宇章。香港中隊3流嘅對賽，3分鐘嘅計分鐘期，係全派嚟嘅。呢場男子少年組嘅48公斤級嘅決賽。踎低唔好阻住，係啦，一人企一個。我訓練啊，開會先。喺度喺度發熱下機。差唔多高 ，OK。阿家。唔使急，係啦，唔好急，唔好急。OK， 係啦，OK， 係啦，冇錯，係 OK， 係啦，冇錯 ，OK， 係 OK， 係。唔好立啊！唔好立啊！唔好立啊！OK， 行多啲，行多啲 OK， 係啦，唔使急住，唔使急住 OK， 係啦 OK， 係還得 OK， 係冇錯，啱係啦 OK， 啱 OK。係啦 ，OK。哦，OK，好嘅 ，OK， 係 OK。手埋打啊！係冇錯，係啦 ，OK， 係啦 ，OK。啲係，繼續啊！再開我哋係啦 ，OK， 係 OK。係，繼續啊，阿星，係，咁立，係，冇錯，啱，OK，係啦，OK，係啦，OK。
喂，good，靚。係，問題啦，係，OK。係，冇錯嘅，係啦，嘅。係，OK。繼續，中咗嘢，繼續啦。係，OK。係，OK。係，OK。入少少拳啦，入少少拳啦，先。踢咗入少少拳，入少少拳，踢完入少少拳。繼續啊！係，冇啦，係，啱啦，嘅，跟住，係，嘅，啱啦，嘅，放鬆，嚟，係，好，一次過，係啦，嘅，係啦，繼續。係，繼續追埋去，追少少先，追少少，係啦，繼續啊，追住嚟撐啊，唔使啊，係，繼續啊，係，繼續啊，衝啊，10秒。好，第一個結束。我哋嘅第一場就係嗰啲雙方都係打到好啊！啲人最好嘅。啱啱繼續。佢好用力嗰啲，冇聽過嘅。打少少，但佢前鋒唔得啊！佢前鋒啱啊！佢今晚我請。OK。助手離場 ，second 手。係入拳，係入啊仔，係冇咗係啦，OK，冇咗係，OK，係冇咗，係啦，OK。阿星，係，繼續，係，啲係，再啲，係，繼續，係。係啦，繼續手擺高啊！叻啊！發哥，啱啊，叻啊！追啊！一定要追啊！係啊，佢穩穩地啊，追啊！入啊！我哋入啊！繼續頂埋，冇機會，停啊！喂，繼續追！你學會啊，係，打住踢腳，跟大拳啦，踢完佢跟拳啦，落得啦，落得，企返中間，係，繼續追啊，佢放晒啦，去埋。係，第一，哦，係，睇埋，打，繼續攻擊，喂，唔好放啊，追啊！再去，追拳啦！繼續，踢埋都得，跟重拳腳。
嚟翻中間啦，放多少少阿星，唔使咁急，係，OK，唔好咁急，靜啲，係靜啲，手高啊，彈住呢度唔停得啊，繼續，掃跛佢腳，係啦，繼續啊，係啦，手擺高啊，低數重拳，係，OK。係，手高啊仔，直拳啦，係楊醫生。好打爭啊，打爭唔得啊，係啊，大動作式 ，cross 後手到一唔使實係落落多啲分析，多啲分析，我哋打唔同嘅啦，呢彎咁你點樣做？但係咧，多啲啲嘢再清楚啲，入唔入加冇乜所謂嘅，入唔入加冇所謂，但係一定要打到直接，一定要直接打到入直接先話題冇所謂，最緊 cross 得㗎啦，打 cross 得㗎啦。左手離場 ，second sub。最後回合。係 ，OK。繼續 ，OK。做翻自己要做嘅嘢。係啦，啱，係啦 ，OK。係，冇錯，係 ，OK。踢完腳都跟拳㗎，踢完腳都跟拳㗎。你穩啊！用快又裝，手擺高，係，OK，繼續，放心啦，佢隻腳捱唔到㗎，係。跟埋拳啦，係都得嘅，有佢入嚟啊，我哋前，係，OK，咁低數啦，清脆啲啊，清脆啲啊，係冇錯，清脆啲啲嘢。佢同你搏拳啦，唔好同佢搏。手擺高啊！前啦，停多。繼續打翻出入位先咯，係啦，冇錯，打翻出入位先咯 ，OK， 係啦 ，OK， 冇錯 ，OK， 係啦 ，OK， 係踢頭啊，係 ，OK。隻腳唔好立啊！係啦，冇錯嘅，係冇錯，繼續，係冇錯 ，OK， 係啦 ，OK， 係啱，唔好睇住，係啦，OK， 睇住打，唔係走，箍來，係，前埋去。前入去啊！前入去，手擺高前入去，阿星冇包啦，頂住，頂啊！趁住，踢腳。追人哋，追翻出嚟，打完啦，入翻去打完啦，冇得太多啦。比賽結束。冚唔到氣。
都幫你頒獎，麻煩阿江師傅。雙方選手去到舞台嘅中央。讓個位俾啊師傅上。好，哦，sorry。遞個杯啦要。行啦，行快啲，快啲啦！你遞俾你做。呢場比賽五位裁判判決係一致，洪方成、恭喜三號公司包嚟自日本嘅黃星華。48公斤級嘅賽事冠軍。咩事？整埋晒？OK，唔係即整呢一定大家一齊裁嘅。哦，唔該。好，咁我哋雙方師傅，我哋要頭上面一齊嚟個攬住。